新闻一开始，先来看对家人逃走出去的这世间的监护处份人。昨警察总算伫咧新庄抓到人，不过外界是咧质疑讲，家人警察伫咧人走去了后，煞无第一时间就通报给台北甲新北。家人警方今日嘛尾称讲，因为病院嘛无随通报。这几天有伤害别人吗？面对提问，点点无讲话。这个姓干的查甫人为家人病院脱逃了后，逃亡第4天，秘伫新北市新庄靠做线工为生。日暗时7点半出外倒粪扫，当场互人查到。简姓男子涉及脱逃罪部分，基隆地检署已经分案侦办中。若发现有人为涉及故意或帮助脱逃，本署亦会全力侦办。落网的性干嫌犯犯杀人未遂罪，互人判刑定案，受监护处分。工作挡袂牢病院的环境，唔再逃走。伫案发迄天，就走到台北市，隔天走到新北。不过，家人警方过几落天才陆续通报湘北，行踪的掌握有去前沿，办案是不是出问题了？医院快1个小时后才通报我们警方，办案这个进度有误差。医院的通报有速度缓慢的问题。那这一点我们感到抱歉，也交代了卫生局要把所有的事实调查清楚。原来为病院开始，院方就延误通报，晚5点钟，警方才动员，唔那通报慢一步。查某人到三冠市，真侪该走入巷仔路，变装换衫失断点。警方嘛点出伊乌白走的逃亡路线，互查缉的难度大大增加。你从画面中不容易判断出他到底的走向的方向跟模式啦，所以说我才说，我们这次专案小组到我们昨天结束要破的时候，我们连水都舍不得喝。新北警力赶急动员，靠沿岸小队立大功，加时间走小日，预判可能的逃亡路线，总算抓到人。这个查某人抓到，会改送高雄凯旋病院接受较高强度的介护监护处分。这个惊人的意外，早总算落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